Hello，我係 Wesley，終於由曼谷返香港啦。其實我住喺香港嘅南區嘅，呢個地方其實幾靚，冇咩商業大廈，好有漁村嘅風味。喺窗邊度欣賞日出，其實幾有 feel 嘅。喺曼谷、東京旅居之後，其實我都會掛住香港，我會想念香港嘅親友、凍奶茶、廣東話同埋一啲地道嘅習慣。終於等到日出啦！有陣時我會行去華富村嘅銀都冰室食個晏晝，亦都係一啲好傳統嘅茶餐廳，碟頭飯好正嘅。食完飯可以去華富村周圍行下。呢條村其實好得天獨厚，特別多海景。有好多地方你會見到好熟口熟面，好似喺電影見過咁樣，其實都係喺華富村拍攝嘅。每次返香港，我一定會去堅尼地城。沿住海濱長廊一路行去中環，係一個幾好嘅散心路線。如果去到堅尼地城，我好鍾意去呢間餐廳食嘢，佢啲 set lunch 其實幾抵食嘅。食完晏之後，繼續沿住個長廊去中環。香港嘅維多利亞港景色，望落去一啲都唔會比東京豐洲嘅海景舒適。去到中環啦！呢度係香港金管局對外開放嘅展覽室。喺度你可以由高處望一望中環嘅景色。
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，其實我好少去旅遊景點，反而中意去啲民生區，譬如西九龍中心啊之類嘅地方。揀咗個意大利手工麵，味道唔錯。食完之後就去石硤尾逛逛。我喺香港嘅時候特別中意去啲舊式嘅屋邨。童年時候喺石硤尾村生活過一段時間，所以好有感覺。呢個係由工廠活化而成嘅，而家好多藝術家進駐。有陣時佢哋會有啲展覽啊 workshop 搞。今集嚟到呢度。我係 Wesley， 多謝你陪我一齊減速。下一集將會係其他城市嘅旅居 Vlog，再見。